台南市消防局一台碰布消防車去山頂訓練，結果佇咧落橋時煞大無擋啊，規台車轉變落去山溝，造成4個消防人員輕傷。也因為這出代誌的車，攏是有經過改裝的，消防局就決定要針對共車型的車做全面的檢查。剎不住！剎不住！當日落架消防車向大無擋啊，駕駛限道路板按閃過對向的車，逆向倒邊的橫力棒，落尾規台車並落去一樓深的山溝啊，才擋落來。加在車頂4名消防人員攏干了輕傷。幹嘛呢？剎不住！大隊，我們有出車禍。出車禍是台南消防局柳營分隊的隊員，23甲第1救災救護大隊做過去東山做搜救演練，沒想到來到一搭落架時，煞一直大無擋啊，就連有手動嘛無效。因為這款皮卡改裝的碰布消防車，全消防局攏總共47台，到底是車輛出問題，還是有其他原因？這擺消防局也將共型的消防車攏調回進行全面檢查。本局將會同原廠技師進一步檢查釐清。另外，本局同款車輛約40部，已通報暫停使用，帶回原廠檢查安全無虞之後，再上線派遣。事故發生的過程全部去互後面車輛的鏡頭記錄落來，因為事故消防車一路的擋仔燈攏是倒的，也代表駕駛擋仔攏含掉體。高雄市汽車保養公會表示，因為消防車有器材佇頂懸，是不是因為當在落架一直打擋仔造成擋皮啊受傷無動，可能愛個釐清。不是國民將賽車當到較長的落架，正確的方式愛安尼做。現在這幾乎走自排車嘛，用2檔、3檔。去開這個長陡坡的那個路這樣子，還把那個用變速箱的那個低速檔的部分，去把那個車速減緩下來。消防局表示，出代誌這款碰布消防車，全台南攏總有47台，有9成攏是港牌車，攏是民間捐贈的。前局長李明光今年都因為要求這款車愛甲特定的廠商買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，佇咧6月1審互判4年6個月，提督公權5年。記者柯家族、柯昭陽台南場報道。